誰人以替代我都不介意，自我催眠大方都可以，交換全屬你的房間歡樂半邊是空置，和凌亂發洩一面幾次，下定決心回復單身都不覺荒涼，熟睡那刻還未失憶，我亦能靜養。從此你我多累，床頭都不相對，狀態就算極空虛，至少贏得了獨居。